來看屏東東港的新勝街2巷，當地有一排10戶的民眾出入攏愛經過私人的土地，也毋過地主甲土地改做停車場，互住戶是真袂方便。這個爭議嘛已經吵真久咯，也毋過法院進前是判決講這是私人的土地，協商嘛攏失敗。民眾即馬是去找縣議員，嘛拍算要來向監察院來申請。這比較高，這一戶比較低。門口有的囥醫療，有的用阿門頭出關，才有法度行過加出入。屏東東港新勝街2巷的住戶，因為門口燒接私人土地，地主是餐廳頭家，計劃要佇這設置停車場，造成112戶，其中有10戶住戶出入不方便，住戶有找縣議員申請。被這有把跋倒過，我著較小心的，我往白去哩啊，坐一個啊，再擱下過。發生這件事情，我們是蓋不來啊。我們想講，我們車子都停在那邊了，就是最基本的那種走路。新勝街這個土地爭議其實已經30多冬啊，原來姓孫的地主無整理，附近居民就當作道路出入，雙方相告，法院認定這個地是屬於私人土地，後來地主願意將土地賣予住戶出入，結果協調失敗，落尾海產餐廳小頭家買落來，拍算做停車場，頭家和住戶協調，會當予住戶行路出入，但是袂當停車，結果協調閣失敗，住戶認為30-40冬啊，即馬煞袂當出入。因的心內攏想講，因家40年啊，這是繼承道路啊。啊，當然孫地主就甲告啊，啊告輸當然伊地要還我，就是差不多這個經營啊。當初申請的建築線是在後面，不是前面這邊。是。那不是這邊法院如果已經判決的話，那你說地主願不願讓你通行，那是他們跟地主之間如何去協調？電公所表示，因為法院已經判定是私人土地，而且這排徛嘅設計門口應該是佇另一頭，但是攏互家己嘅證件擋掉咧，才無法度出入。而且縣議員嘛會陪住戶向監察院申請，替居民爭取權利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